新正年初一卖福袋啊大战，业者会当讲是步数真顶，功夫真出，嘛真拍手开。像讲新光3月信义新天地要送一只价值185万的米冷轿车，规台湾12间新光3月百货公司拢总要送27件的选酒，还有7只机车和9只掠零的椅仔。专联是要送这只价值388万玛莎拉蒂跑车，上少开200块，都有机会把这只车驶倒转去。啊，若钓到的人一定感动甲目屎哪滴，会当讲是这几年来上届大出手的一届。价值388万的玛莎拉蒂跑车，敢有想要驶？即摆你有机会，只要开200块，就会当将伊驶转去。因为专联2020新春福袋啊，就是要送这台。车子很不错，开不到我可以卖掉。我觉得吸引力蛮高的，因为买一个希望嘛。专联搁再来创通路福袋啊大奖纪录，除了开200块买福袋啊，就会当抽100万的名车。今年搁送行李箱的福箱，有饼啊甲脆食面，搁会当炸走有名品牌行李箱，更加有6摆抽奖机会。只是甲旧年来相比，同款有6个抽奖的号码，3轮的购物车福袋啊1000块，改做行李箱啊加贵200块。菜篮车的成本稍微低了一点。那这次的话，我们找到的是台湾的名品哦，就它在外面是卖5000块一个，所以相对来讲，它的 CP 值比去年来的更高。福袋啊来大车拼，新光3月信义新天地2020福袋啊上大奖，嘛是一台汽车，只要去 APP 来预定，会员的点数扣20点，付1000块，就有机会将价值185万的 BMW 驶转去。全台湾12间分店，总共嘛会送出27件的全酒，7只乌托拜，各有9只掠零椅，规模会当讲是历史以来上大。过往的福袋开卖通常就是前面大概3天左右就全部卖完了。业者杀福袋啊是无手软，大年初一民众买好运，业者要抢赚开春的人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